海洋深不可測，要喺海底生存或者需要一啲獨特構造。大家成日食嘅扇貝睇落係簡單嘅雙殼類軟體動物，原來擁有超級眼睛，而且唔係一對，而係多達200隻，生長喺殼嘅邊緣，一點點藍色嘅眼珠排成一串，睇落去就好似水入面嘅珠寶。科學家幾十年前已經知道扇貝有眼，但係靠住科技進步，最近先至能夠更深入窺探。科學家利用可以將樣本快速凍結嘅顯微鏡，令超微細嘅扇貝眼睛樣本可以保持原狀，以便觀察。喺顯微鏡之下，扇貝嘅眼有上下2層視網膜，底部有一個凹鏡，代替一般眼球嘅晶體去聚集光線。呢塊鏡由一種叫做鳥嘌呤嘅化合物結晶組成，係一種反光度好高嘅物質。魚鱗都有呢類物質。一般結晶都係棱鏡形，但係扇貝眼入面嘅呢塊凹鏡結晶就以方形排得相當整齊，好似一幅馬賽克咁。媲美太空望遠鏡內嘅反射鏡。科學家話咁精密嘅排列可以減低視覺上嘅偏差。當光線進入扇貝嘅眼，會穿過2層視網膜，接觸到底部嘅凹鏡之後，再反射返視網膜上面，類似分段式望遠鏡去聚焦光線。科學家了解到，當上層視網膜感測到上方有陰影，細胞就會發出危險信號，令到扇貝盡快逃跑。至於下層嘅視網膜，估計係輔助扇貝喺昏暗環境之下觀察周邊影像。不過200隻眼一齊睇，到底又係乜嘢畫面呢？科學家暫時未確定扇貝所睇到嘅畫面係點樣，但係假設扇貝嘅腦有能力同時處理多重畫面，合二為一。實際係點樣，仍然有待科學家研究埋扇貝嘅神經系統。新發現可望有助研究新型嘅光學設備。早前亦都有研究發現，八爪魚同墨魚呢類軟體動物之所以係變色偽裝高手，未必係靠一對大眼去觀察環境，而係佢哋全身皮膚都識得感測光線。同扇貝嘅眼一樣，科學家相信呢啲獨特嘅生理構造係生物隨住環境進化而成。所謂適者生存，海洋生物數以千萬種，就算係極之渺小嘅生物，都可能為人類帶嚟啟發。